各位大家好，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閱讀人生100篇李怡著 topic 足球與人生。2010年世界盃巴西與荷蘭之賽，巴西意外出局，令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嘅球評家同埋球迷都跌破眼鏡。巴荷之戰上半場係巴西嘅天堂，下半場卻忽然變咗巴西嘅地獄。上半場係世界盃開賽以嚟最好睇嘅半場，下半場係巴西卻像換咗另一隊球隊咁，完全走晒樣，實在令人深切感到足球比賽嘅無常。就好似人生一樣，人生唔係有時天堂有時地獄嗎？當然亦都反問，比如荷蘭隊就係上半場地獄，下半場天堂，人生亦都就咁樣。除咗無常之外，足球仲有恆常嘅一面，就係徒勞。相信冇邊一樣嘅球類比賽就好似足球咁難以得分。90分鐘我哋睇得緊張，對球員講就係一種磨難。除咗龍門外20名嘅球員滿場奔跑，據說平均每個球員喺一場比賽中要奔跑10公里，有嘅係疾奔，有嘅係拖行，有時明知追趕冇用，亦都要追，好難把握黃金機會，可能盡啦，更多可能係徒勞。90分鐘落嚟，再經過加時賽都係徒勞嘅話，就係要以殘酷12碼決勝。呢一種好大程度上就係一次俄羅斯輪盤嘅賭博。人生不如意外是10常8九，就好似足球場上嘅奔跑一樣，總係覺得有好多嘅機會，而且往往係黃金機會，但係卻大多都係徒勞。若悲觀睇人生，佢就係一場徒勞嘅奔跑；若樂觀睇人生，佢就係好多機會，有時把握住機會一擊而中，喜從天來；有時一場歡喜一場空，嗰時就係恆常同無常嘅交替。若以平常心睇人生，接受呢一種人生嘅奔跑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唔好因為得到而高興，唔好以自己嘅命運坎坷而悲哀，就會係一個安寧而非浮躁嘅心境。足球比賽最無常，忽然天堂，忽然地獄。足球比賽亦都有恆常嘅一面，就係徒勞。人生都係有如足球一樣，總係有好多嘅機會，又總係徒勞嘅奔跑。若以平常心睇人生，接受呢一種人生嘅奔跑，就能夠保持安寧嘅心境。全文完，各位晚安。